假設你可以問神任何你想問嘅問題，好似係我嘅父母點解唔可以一直彼此相愛而維持住婚姻？又或者你點樣決定邊個做搖滾天后艾拉尼斯、莫里塞特，又或者係麥可喬登，而邊個又過平凡無奇嘅生活？或者係點解我唔可以只係有性行為，並且同每一個人有性行為都 OK？有乜嘢好大驚小怪啊？又假設你收到對於你問題嘅回應，好似係你父母係可以一直彼此相愛，而且維持住婚姻，但係要佢哋咁樣做，佢哋必須改變佢哋所相信嘅事。如果你父母唔再共同生活，你亦都可以冇問題而過快樂嘅生活，但係你必須改變你相信嘅事。我並唔決定邊個做搖滾天后艾拉尼斯、莫里塞特，邊個又過平凡無奇嘅生活，你哋先至可以決定。你哋而家就正正喺度做呢啲選擇。問題係你哋並唔知道你哋喺度咁樣做或者點樣做。你呢輩子嘅每一日可以想要幾多性就有幾多性，而且同每一個人亦都係絕對 OK 嘅。但係首先你必須了解性係乜嘢玩意，咁或者並非你所認為嘅。你想唔想聽得更加多？你就快要聽到啦。呢本書包括咗好似前面咁樣嘅問題，嚟自全世界各地青少年嘅問題，你將會喺呢一度揾到回應，只係為咗讓你思量一下。呢本書並唔係嚟俾你正確答案嘅，你最唔需要嘅係別人俾你正確答案。我只係希望呢本書將會令到你同自己嘅答案接觸。當你同自己嘅答案接觸咗，你內心某啲時候感覺到嘅無望感就可能結束啦。呢本書係一個與神對話嘅結果。OK， 你話你根本唔知道到底係唔係有神嘅存在，更加唔使講我哋可以有個對話啦，係咪？而家先唔好擔心嗰件事。如果你唔信神，就將呢本書當做一本虛構嘅嘢好啦。我並唔在意，佢仍然係好好睇噶，或者係你呢輩子睇過最好睇嘅書啊！我真係認為神係存在嘅，而且我真係相信神會同我哋溝通。我無時無地唔係喺度同神對話，嗰啲對話係點樣發生嘅，馬上就會喺下幾頁裏面解釋。目前請暫且考慮呢一個可能性。呢本書被帶進你嘅生命係嚟改變你生命。如果你選擇讓佢咁樣做嘅話，而且佢亦都會改變你周圍嘅世界。如果咁亦都係你所想要做嘅事，並且千祈唔好以為佢係意外嚟到你手上，係你召佢嚟嘅。你召嚟呢本書係因為你活喺瘋狂嘅世界裏面，而你想要改變佢。喺你內心嘅某個地方，你知道生命可以係點嘅樣。你知道你哋並唔應該彼此傷害，你知道冇人有權利想要一切，拎走一切，囤積一切，同時其他人卻只有嗰一啲啲。你知道強權並非公理，你知道重要嘅係真相，以及坦白公開、透明與公平，而非隱蔽嘅議題同偷偷摸摸嘅交易、幕後嘅操控以及得到優勢。你知道當你接咗別人便宜，讓別人居於劣勢，而你得到優勢嘅時候，根本就係兩敗俱傷。你知道呢一樣嘢，而且你仲知道更多。你知道佢哋喺學校裏面教嘅好多嘢都係冇意義。邊有課程喺度教導分享權力、合作生活、接受差異，以及慶祝多元、不敢羞恥嘅性、了解無條件嘅愛？邊有課程喺度教導支持性嘅生活、負責任嘅經濟、集體意識？邊度有課程係切中問題嘅呢？閱讀、寫作同算數可唔可以藉由中肯嘅課程嚟教，而唔係由唔關痛癢嘅課程嚟教？當然可以啦，而且你知道佢哋可以。你知道呢一樣嘢，而且你仲知道得更加多。你知道我哋喺呢個星球上嘅政治體系係好難，佢哋行唔通。我哋甚至冇辦法選舉一位總統，而讓每一票都算數。我哋甚至冇辦法揾到一個讓選舉過程行得通嘅方法。更加唔好提選舉之後嘅政治過程啦。你知道呢一樣嘢，而且你仲知道更加多。你知道喺太多人嘅生活裏面，虛偽係最高嘅統治者，並唔係所有嘅人，但卻係太多嘅人。佢哋做嘅係一件事，而講嘅又係另一回事。佢哋以為你冇睇到，佢哋以為你冇喺度注意睇，或者你唔夠精明，唔了解你所睇嘅就係虛偽，冇其他啦。你知道呢一樣嘢，而且你仲知道更加多。
你知道喺呢個社會裏面，乜嘢會受到獎勵，乜嘢唔會，而且喺當中我哋全部都搞錯咗。你知道我哋付俾某人3000萬嚟做紐約洋基隊嘅一壘手，而付俾某人3萬嚟照顧我哋嘅病人，或者教我哋嘅細路，或者服侍我哋沮喪氣餒嘅人。你知道呢個係瘋狂嘅事，你知道呢一樣嘢，而且你仲知道更加多。你知道你活喺一個社會中，佢一直喺度利用能源創造咗一個問題嚟解決另外一個問題。佢用殺人嚟阻止啲人殺人，佢用暴力嚟到結束暴力。佢以公正之名行不公正嘅事，以平等之名行不平等嘅事，以寬容之名行不寬容嘅事，以和平之名打仗，並以尋求一個神智健全嘅未來行瘋狂嘅事。你問一個畫面坐喺邊度？你知道坐喺邊度，唔需要任何人嚟話俾你知。你只係想要有人對佢做啲事，你只係想要有人能夠對佢做啲事，因為直到今日，一切睇起嚟都相當冇希望。點解世界睇起嚟就係咁無望？基本上，因為每個人都喺度講大話，冇人想要講出佢真正嘅樣子。一切都將會改變，就喺此時，就喺此地。以呢本書。